详细的消息来关心，目前贵妇奶奶洪指控涉嫌诈欺罪，和伊的前男朋友同齐诈骗上亿，尾仔钱款的全走去加拿大7年啊。调查局是证实讲，伊即马已经回来台湾投案啦。不过伊的前男朋友开医美诊所，尾仔倒去的负责人黄朴健也是无下落。法务部调查局的外道通缉犯查询系统，会人看到贵妇奶奶甲伊的前查甫朋友黄朴健的相片，两个人涉嫌诈欺上亿，逃亡加拿大7档。调查局证实，贵妇奶奶已经由驻加拿大法务秘书陪同上飞机，今仔日透早返来台湾。落飞机了后，经过询问，就会解送到北检归案。你是回台湾用健保吗？你的儿子跟女友会回来吗？去年黄朴健的爸母先返来台湾归案，伊老爸黄立强同款涉入诈欺，以50万交保，并且互苏任地检署揭发禁车令。即马贵妇奶奶照这个模式返来台湾，但是无主动讲前查甫朋友黄朴健人伫咧倒，因两个合开医美诊所，2018年无有境倒闭，规个伙仔被指控款上亿大票走路，投资也个买了停的人的钱拢讨袂大。他们蛮奸诈的啦，就是想要回来的时候就回来吧，反正拖盘拖的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回来了。逃亡海外7档，贵妇奶奶总算返来台湾投案，即马就等待检方进一步调查案情。受害者希望查到真相，讨回因损失的钱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